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基金經理贏資幣頻道，我係朱 Sir。我呢個影片分析嘅內容啊，係純粹我個人嘅見解，並唔構成任何嘅買賣建議嘅。今日係2026年1月10號星期六。上一集我哋有提到對於上證A 股嘅睇法佢好大機會係一個歷史級別嘅牛市。如果未睇嘅話，可以睇翻你上一集啦。對於上證指數升市底層邏輯嘅睇法，大家就要明白一點上證指數能夠企穩突破4000點咧，係一件非比尋常嘅事情嚟嘅。而且係由人民幣升值所帶動，呢一點亦都係真金白銀好 solid 嘅事實嚟嘅。今個星期上證已經快速地升到去4100點噶啦。以過去半個月嘅角度睇上證反而係最靚嘅仔嚟嘅，個動能連貫性仲勁過日經啦、美股，特別係恒生指數。所以我自己睇嚟緊都可能要物色多一啲係 A 股投資嘅機會啦。大家唔好睇小喎，以為買港股咧就等於買中國嘅企業，實際上有好多細分嘅 sector 特別一啲係賣產人嘅公司佢反而咧就喺晒 A 股嗰邊，香港一隻都唔預你上市嘅。所以人民幣升值以及 sector 唔一樣啦，亦都導致上證指數同埋恒指走勢嘅分化咧，亦都係越來越大嘅。聽晚直播我哋都會再 further 去講多少少 A 股嘅機遇俾大家睇嘅。所以聽日咧就唔好錯過啦。然後我哋當然咧亦都講下個恒生指數啦。上集我哋就提到恒指預期升咗上去之後咧，以恒指嘅脾性佢都會震你一震落嚟戳下啲好友係都搞到你唔開心咁樣。果不其然咧，就真係搞到啲投資者唔開心咧，就狠狠地戳兩日落嚟。但係去到呢星期五咧就冇再下跌咯，又拉一拉夜期甚至係去到26400添。圖表上佢都算係幾克制嘅，好明顯畫咗個高低三頂出嚟啦。其實玩慣港股嘅朋友仔都明噶啦，港股嘅水分個深度即係個池嘅深度就唔夠嘅。圖表嘅形態咧個真假我都好有保留。例如以12月份計啦，整個月嘅成交量都相對低嘅。作為呢一個三頂形態，但係又話成交量咁低嘅話咧，我覺得佢嗰啲頂底個可信性就大打折扣啦。我就唔會因為上證強勢咧，就自然就會諗佢個仔所謂恒生指數咧就會走強。畢竟我認為上證成個動能同埋個中心思想同埋邏輯咧，同港股我上邊都講過啦，係越來越分化嘅。OK，而且就係話港股基本上人民幣升值，你有冇發覺咧？對於我哋港股嘅刺激咧，越來越弱嘅。畢竟港幣其實真正嘅掛鈎係美金啊嘛，呢個 OK。但係當然啦，上證未能帶動恒指走勢都好啦，但係恒指退一萬步咧都唔會太弱嘅，因為始終有80%嘅公司都係中國內地嘅公司嚟嘅。所以我結論就係恒指會比較受美國嗰方面嘅影響啦，或者係減息進程嘅影響。而啱啱根據今個星期嘅非農同埋失業率嚟睇咧，美聯儲1月份減息嘅機會係相當低嘅。大家都記得我上年年尾都講過喺減息嘅劇本咧，好大機會咧翻去high for longer 嗰套嘅邏輯。我認為市場對於今年2026年第一下減息嘅預期咧，都可能去到3月份就話或者之後噶啦。所以咧喺3月之前咧，我覺得恒生指數就未必話有太大所謂嗰個動作啦。OK，好然後咧就去翻我哋嘅主場美股嗰邊啦。如果你自己開標普嘅話咧，就破咗頂噶啦，上到去7000點嘅歷史高位納指咧就仍然相對平平無奇。但係當然啦，就冇屈翻落去都算好噶啦。美股嘅指數我覺得近日就反而係事件主導為主。講難聽啲嗰句就係侵可以搞掂幾多個國家咧美股咧就反而強勢喎。例如上個星期搞掂咗委內瑞拉啲人又驚打仗又剩咁樣傳統老舊思維。點不知震都唔震特別個標普個道指破埋頂添，連個納指不嬲都係弱地仔仔地嘅，都間山咧係拉翻上去。嚟緊就有呢個格陵蘭同埋伊朗。我自己就認為格陵蘭其實老實講啦，用武力嘅機會制壓咧個 possibility 係好低嘅。近日就傳侵打算用每人10萬蚊美金直接向呢一個格蘭寧嘅每一個人去購買基本上一個好有侵特色風格嘅玩法啦。我自己就係睇最後都係會偏向呢一種方式咧去購買格陵蘭嘅。成唔成功就唔知啦。我亦都傾向認為咧，以侵嘅能力咧，最後關於呢個地區咧係搞得掂佢嘅。
咁但係題外話啊，美國人啊10萬蚊美金啊，我都覺得係少咗啲啊，因為格陵蘭咧係咁有戰略價值咧啊，起碼多翻3至5倍嘅金額就差唔多啊。老實講啊，美國國力又唔係比唔起。咁啊，而至於伊朗咧呢一個啊，佢本身都係有機會係出現武力嘅處理咧。以色列啊嗰邊啊，亦都係摩拳擦掌嘅。我覺得咧，伊朗嘅問題咧就係比格陵蘭咧係複雜好多嘅，我就暫時咧唔方便咧係過多嘅評論。都係咧以觀察個事件係為主，睇下咧係中後段係發展到或者發到件事有幾大先。咁啊總結啊，其實啊除咗係指數啊係受到呢一個事件影響之外咧，反而大盤股咧就開始有翻自己有某啲股啦，有啲威風嘅走勢啦。例如亞馬遜啦，我哋喺美股都講過個概念啊，叫橫盤突破啊嘛，係咪？咁亞馬遜就係近日其中一隻嘅橫盤突破啦。咁亦都係我哋一直咧堅持係相對睇好嘅股份嚟嘅。咁你打開個圖表你都睇到啦，一反之前悶滯嘅格局，爬下爬下，爬到上247蚊嘅咯喎。佢哋前頂咧都係爭10蚊雞嘅啫，冇乜特別得罪你嘅。咁亞馬遜個上升動能我相信都會持續啦。而且退一萬步嚟講，而家個價值根本一啲都唔貴，甚至玩一玩下咧，相對 Microsoft 個折讓亦都係越來越大啊。咁因此亦都係中長線係繼續睇好啦，或者甚至半尾續睇好啦。咁另外咧去分析股票另外一隻咧 Mega Seven 咧就係特斯拉啦。咁之前咧係去到498蚊啊，個個咧都嗌晒響口，又話佢突破500，一多人嗌咧就同你鏟落去啦。然後回吐咗連續10日8日而家咧又好似有少少兜底 feel 啦。呢一種咁樣嘅形態係好 typical Tesla 嘅走勢嚟嘅。我自己就睇佢會慢慢咁樣爬翻，稍為上去啦，或者 cut worst come to worst 咧都唔會進一步大跌，然後就橫盤一段嘅時間。短期動能上咧勢咧就一定冇亞馬遜咁強噶啦。然後咧最後啦，亦都老生常談，亦都係撳多次 Google 啦。Google 恭喜佢啦！以收市價個角度咧，就創咗係呢個 record high。就算佢呢度唔係真突破到都好，我覺得佢回調嘅空間都相當少嘅。因此自己嘅評價對於 Google 咧係覺得係穩兼強，簡稱穩強。OK，因為間公司老實講個確定性實在太過高啦。喺動能上面咧，就算佢而家咧又再破，即係如果好啲嗰個版本咧係破咗頂咧。亦都唔好 expect 佢，當然唔好太過貪心 expect 佢一條氣咁樣升100蚊啦，呢個係近乎冇可能嘅。可能突破完之後咧，升突咗7至到10零個 percent，然後又進行一個橫盤或者盤整噶啦。好啦，大家都知道啦。另外講緊二三線股份嗰個角度，或者係富有特色 sector 嘅角度嘅股份，大家都知噶啦。近日朱 Sir 嘅持倉咧就有 RKLB 呢個股票強勢到不得了嘅。我哋好多學生亦都有呢隻股票我自己喺群組入邊45蚊到46蚊吹雞嘅。所以好多學生都賺得好開心嘅咯。老實講句，OK，好啦，而家分析下佢嘅走勢啦。呢兩日啱好破咗頂啦。我自己睇佢咧消化咗咧係近日個技術超賣之後咧就會繼續地向上嘅。可見太空股個主題就唔係虛無縹緲不但止唔係虛無縹緲，而且係去到2026年咧個行情就近乎肯定係會繼續嘅。如果你對於2026年嘅富有特色嘅夢幻主題，包括咗係呢個 AI 醫療啦、太空啦、光通訊啦，同埋機械人，即係具身智能有興趣嘅話咧，就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嚟緊嘅最新嘅投資嘅講座。到時我哋會同大家分享呢4個咧係夢幻而疏離嘅賽道嘅。歡迎點擊下邊嘅連結報名，費用亦都係全面嘅。好啦，最後啦，業績期咧大家知唔知道咧？玩下玩下咧，休息咗小輪之後咧，業績期又嚟過啦。OK，下一個星期打頭陣嘅咧，照舊咧係一眾嘅銀行股嘅。第一個上場嘅就係 JP Morgan。我哋不妨咧講下 JP Morgan 嘅業績嗰個前瞻啦。好啦，市場咧其實對於咧 JP Morgan 咧個業績嗰個 projection 咧都冇乜太過特別嘅。老實講即係嗰個可能嗰個盈利嗰個增長嗰個預測咧都係相對比較少嘅啫。營收就 project 係462億，增長8%，每股盈利咧就5蚊雞增長3.84%。雖然你聽落去咧個每股盈利好似個增長比較失望啦，但係我哋要明白 JP Morgan 之前已經累積咗大段業績嘅高增長期，有個基數效應之後咧，休息咗2季咧，我覺得都好應份嘅。而且你又諗下喎，如果每個季度都可以賺到5蚊附近咁上下嘅盈利，你加埋之後再除翻個股價，佢個市盈率邊貴啫？
係嘛？以可以代表美國政府嘅化身嘅天下第一投行，你話15倍 PE 附近上落嘅，根本係一個好正常嘅價格嚟嘅呢個甚至我哋見到而家有啲嘅投行個 project 嘅所謂嘅市盈率一早都高過15倍啦，呢個譬如話好似 GS 話 UBS 咁樣咧，佢一早都去到差唔多20倍嘅水平㗎啦。咁當然啦，20倍咧係對於美國銀行股咧係屬於比較偏貴啦。我想表達嗰個意思就係，如果連 GS 或者 UBS 都可以到嘅話，咁點解 JP Morgan 到唔到咧？OK 而且咧，我覺得喺而家嘅息率環境咧，係對於 JP Morgan 係好有利嘅。講緊嗰個息率個預期往後減又唔會減太多，即係我哋就係話屬於一個比較係 OK 嘅，對於銀行股係非常之中立嘅中性嘅利率。於是咧就係令到呢個中性利率咧係令到佢食晒兩家茶飯嘅。第一個就係話相對寬鬆嘅銀根啦，亦都可能令到佢投資銀行嘅業務嘅收益咧係持續地向上。咁而另外一邊咧喺淨息差嘅收入咧又唔會跌得太過猛烈喎。你要明白咧，當年金融海嘯咧或者係相對新冠疫情嗰陣時咧，個利率打到去成0厘咁樣嘅情況之下，咁啲銀行股係水又好寬鬆不過咧淨息差咧就係食塵咁解啫嘛。OK，咁但係而家咧喺淨息差嘅收入咧仍然應該可以保持到強勁或者係平穩嘅係所謂嘅運行，又變咗唔會因為息率降得太多嘅關係而令到呢個業務太過遜色。於是咧就長話短說就食晒兩邊嘅茶飯。因此咧，我哋對於 JP Morgan 咧喺一個今年全年嘅大部分嘅時間嗰度應該咧都係抱住一個相對比較睇好嘅一個精神或者態度噶啦。好啦，咁今日嘅影片咧暫時去到呢度啦。如果中意我哋影片嘅朋友仔咧，記得訂閱、讚好同埋留言支持啦。如果想知道2026年美股最具行情性、特色性嘅4大夢幻賽道咧，咁歡迎參加我哋最新嘅投資講座。點擊下邊嘅報名連結，費用都係全免嘅。咁當然啦，如果想聽朱 Sir 更加多嘅美股嘅精華分析咧，亦都歡迎加入我哋嘅會員收費頻道進步投資派。我係朱 Sir，下次再見。